咩話？過癮啊嘛！我而家咪攬埋支炮陪你死咯！立正望住我，嘴你！又啦！咁食麵新招嚟喎，係叫咩名堂啊？咩啊？呢招阿叔自己創嘅，你吹得我脹咩？偷下雞都得啩，好辛苦噶，唔使跪到咁足啫係嘛？要噶，夾住噶嘛。佢想試下我哋嘅耐性咁解啫。喂，咁你自己跪啦，我而家去嘆茶，嘆完茶執啲糯米雞你食下。以後唔養你。唔好。三叔，你三叔你做咩啊嚇？喂，知咗先啊！你吊卡啊？你唔係吊卡係嘛？啊！你做咩啊？你講乜嘢啫嚇？講咩啫？你究竟做咩啊？嚇！你做乜嘢啊？落翻你自講啦！喜劇之王咧，達哥咧係臨危受命嘅，因為原本個角色咧就有萬子哥嘅，咁但係佢因為有啲急事咧就辭演，咁變咗咧就臨時臨急咧就要打電話俾阿達哥，咁佢又喺內地拍緊戲，咁終於佢就喺內地嗰度趕殺青，然後跟住咧就下晝坐機就接拍夜班。仲要係拍嗰場咧，喺嗰個秘密基地，即係交代嗰個臥底嗰個工作，嗰個對白咧就好長好翹口嘅。咁啊，加上咧達哥舟車勞頓咧，仲係有少少發燒，仲食咗藥添。我從來未曾見過阿達哥咧，即係演出咁失準嘅。跟住我話阿達哥啊，不如明天再拍啦，不如你即係我見你好辛苦。但係阿達哥話頂得住，頂得住。見到佢嗰種專業精神啊，真係非常之佩服。少林足球咧係阿星爺同埋阿達哥嘅最後一次合作，即係達哥嘅演出係百看不厭嘅嚇。咁啊，雖然佢而家已經上咗天堂啦嚇，嗰個天堂冇痛苦啊，歡笑永留人間啊，達哥，我哋永遠記得你精彩嘅演出同埋為演藝界嘅貢獻。達哥演出過嘅電影票房屢創佳績，更加承載住幾代人嘅回憶，喺影迷眼中係經典中嘅經典。知唔知點解未食飯啊？就係因為你死嚟死去死唔去，累到全世界未放飯，我都未食飯啦！靚仔，唔嗌價嘅，你係咪做係嘛？足球話一個人可以踢得晒嘅。跛咩啊跛？你個傻佬有咩資格我跛啊？係啊，我係跛啊！你吹咩？起身，快啲起身，追人嚟！好矛啊！你仲唔吹雞？我係球證，我唔吹。真正嘅比賽就係打仗。嗱咁啊，頭先咧其中田雞就講咗啦，咁啊肥仔聰就未講過，你同志偉都相當好朋友噶嘛？同阿達哥都相當。